而为之，当这个网咖发生枪击案的同时，台北市长郭文天正在参加网络节目的直播。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随停止直播，赶到这个网咖分局去了解案情，嘛到台大病院去慰问这受伤的员警。在二三风台路大雨造成灾情的时，郭文天捌讲过，讲勘才是作秀，也就是做表面工课。啊，这摆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，啊，这敢毋是共款？郭文天讲，这甲天灾无共款。 原本应该真欢喜，和日本5个城市签合作备忘录。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天一到现场，大家拢想要问这个问题。像我都不会跑到现场去干扰第一线员警的作为嘛。他说是局长在现场，我在万华分局，他跟我报告说那个凶手自尽了，我们就解除危机了嘛，我就去医院探望那个 受伤的警员。网咖青山宫昨暗时发生警匪做对头，当时要伫直播节目的郭文天收到无聊弟弟提予伊的资料。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有突发性事件。刚才看到郭文天的面色开始沉重，台北市发生重大治安事件，郭文天嘛赶紧离开节目去网咖分局了解状况，随后嘛去台大病院看受伤的员警。急诊的车道，我们往后退好不好？对，不要挡一下车道。 送红包祝福员警赶紧恢复，郭文天表现算真普通。不过顶礼拜二上台伫台北市造成好雨的灾情，郭文天伊煞伫外县市走选举，一开始佫讲拢有 SOP， 去现场看灾是咧表演互大家看。即摆反应遮紧，走去警察局坐定，甘算是咧表演互大家看。这个跟那局面不一样，那个淹水我们是都监控，全场监控，知道状况，这个是敌情不明的。 看起来经过饮水这门课，郭文天嘛补强市政学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